头山登来台湾台中。 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4月初9到4月12要伫台中来举办。这个比赛的地点欢看到山海屯各地。比赛的项目有16项，欢迎全国的乡亲来为支持的选手加油。 电竞歌手可乐讲到训练的艰苦，伊今年将代表台中市参加111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，希望讲会使争取好成绩。体力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所以我也会为了这次的身心障碍运动会去多做一些体力上的训练。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讲，111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4月初9到12伫台中举行，总共有16个项目，其中佫特别规划5项特殊的运动项目，期待每一位选手拢有好的表现。伫宣传的记者会，大会嘛公布比赛消息甲地点，希望讲大家做伙为这拍拼运动选手加油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